另外，即届风台伫个家己呢嘛造成要挖3万丛的树瓦倒去，有100年历史的家己公园到当时还未整理好势。有树木医学会呢是邀请到日本来的树瓦的医师来检查即个树瓦受伤的状况。也那树医师是讲到讲，即摆风台这破坏力有影是真强，也来提醒一寡护管工课爱注意的事项。来测试哈，用最基本的测试，这样刺下去，大概25公分。 超过一半了啊！所以，当我们腐朽面积超过一半，这棵树就是砍掉一。检查因为风台受伤的树瓦，了解树瓦倒去的原因，来自日本甲台湾树木医学协会树医生甲学者，专工来到家己市100年历史的家己公园勘查，要针对公园内底树瓦受损的原因甲状况，提供续落来树瓦保养甲护原的建议。伊讲这回的风台甲一般的风台无共，伊只有感觉有林更风迄种感觉。 哦，建议就是根啊，有生长空间。哦，足侪树啊，遐大丛树啊，应该袂倒的。啊，看来伊倒来，就是因为根无法度定侵落。这届风台造成家己市将近3万丛的树啊倒去，市政府除了邀请日本的树医生替树啊做体检以外，嘛希望学习日本对树啊防灾的经验。 日本的树医生讲，除了爱有所在和树根来生长，树瓦的选定嘛真重要。在树木的选择上，可能需要选择一些抗风性比较好的树木，像苦楝树啊、樟树啊，或者是茄冬这种，尽量避免那个豆科的或者是黑板树的这个部分。树木医学协会嘛指出，公园目前有一寡树瓦破病，佮因为风台来受伤，考虑到民众的安全，嘛应该爱来清除。 家己市公园管理科表示，会参考树医生的建议来做处理。目前清除的工作已经完成65%，会赶紧来整修园区，呼吁民众暂时卖离开公园。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